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纽约人是单27年地主队尼克队，搁再拼入去 NBA 总冠军赛咯。所以因为这美国总统川普初杯暗时要去看比赛，包含着队场外呢正严格维安措施，引起无共款的反应。咱若讲到呢，这川普的这个民调，包含着这路透社等媒体上届新的调查显示，讲这川普的支持度来到35%，是第二任期上届低数字。纽约卖着顺花园广场的体育馆，规场的观众原底咧唱国歌之前，是要大声咧喊 USA 口号。不过，当坐伫 VIP 包厢的美国总统川普出现伫咧大荧幕顶悬的时阵，球迷反应是真大，有的是大力拍扑啊喝休，有的是看到伊就感觉真躁动。纽约尼克队顶一届摕到冠军是1937年，上一届拍入去总冠军赛是1999年。让27年，搁一届看到地主晋级，纽约市民是感觉真欢喜。不过因为川普要去现场看比赛，警方大动作，夜关球场4块围仔的维安，部分的车路互因封起来。路人的民众反应是真无共款。How was it out there? It was absolutely crazy and insane. Sirens everywhere, people going nuts. Do you mind all the confusion here getting home? Not at all. This is New York City. This is what we're used to. And this is how we live every day. I think it's causing a lot of chaos in the city, but, it is what it is. Pretty dope for me. Not heavy into politics, but for me, it's kind of dope that he's coming to watch the game and everything. 不过纽约市民初八暗是感觉真失望，因为尼克队并无延续进前连赢2场的气势。中场以111比115输给马刺队。总冠军赛目前因是赢2场输1场，要保持领先。另外，路透社上新的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35%，是第2任以来上低的。川普的支持度会这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东的战事甲关税引起物价甲生活成本加悬。另外，拉斯穆森、纽约时报、甲 ABC 等等的机构最近民意调查的结果，嘛拢呈现类似的情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关年底其中选举，民主党的选情有领先共和党淡薄啊。川普爱面对的麻烦，还佫有14起股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可能引起官司的问题。联邦法院顶一个拜六礼拜才就诉状指出，川普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甲伊做生日为理由。伫咧白宫南边的草坡啊，大动作打造格斗比赛的场地，并无经过国会同意。上时 UFC 母公司的执行长怀特，伊是川普的支持者，不过却是利用公共场所，假做私人机构来举办盈利的活动，防指控是有涉及假钱。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